Janet 90後女生自學歐織，由最初只係想整公仔，到今日成為 Crafting Smile 義工之一。移民英國生活未必容易，但係佢選擇用一針一線慢慢整理情緒，慢慢揾翻真正嘅自己。爸爸病重嗰年就快到聖誕，我織咗一棵細細地嘅聖誕樹送俾佢，佢笑住問我可唔可以整棵大啲有8層嘅，我就第一次試下自己改 pattern， 見到佢攞住棵聖誕樹，呢一幕好深刻。到而家睇返呢一張相，就好似大樹爸爸加小樹嘅我。手作成為咗 Janet 懷念爸爸，走出傷痛嘅方式，喺異地重建人生。佢選擇用手作連結人與人，用溫柔但係堅定嘅力量陪伴住更多長期病患與家庭。Crafting Smiles，有你真好。